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成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吳平仁。講到美國的川普，無了關稅，閣愛格陵蘭這個島，川普安尼敢袂傷離譜？伊講是恁攏無認真咧經營，互中國親門來打火，到時陣來救兵呢，是攏討無。咱今仔日是為專家學者鬥陣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英語教授王明賢。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是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連鳳儀。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陳世民。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資深媒體人廖林麗玲。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繼續，咱來關心美國總統川普一直要愛格陵蘭，那麼甚至嗆講，我摕袂到和平獎，我就免注重和平。愛思考什麼物件對美國才是有利？川普閣警告着歐洲國家，會甲因加扣10%的進口的關稅。不過最近有民調顯示，86%的受訪者反對向格陵蘭來出兵。挪威的首相施托爾19日首都奧斯陸，和記者問到美國總統川普是不是較膽閣在想起講無摕到諾貝爾和平獎？對這施托爾嘛表示講，川普確實是真怪異，甚至閣互格陵蘭因為安尼互牽連。Jeg har ikke tenkt å gå inn og kommentere hver setning i den SMS-en. Han er veldig opptatt av Nobelprisen. Og jeg har forklart til han lenge at det er en pris som deles ut av en norsk komité, ikke av en norsk regjering. 施托爾在頂禮拜6禮拜，針對現主時烏克蘭加沙和格陵蘭的局勢，私底下發簡訊給川普，希望下大西洋雙方做伙來降低緊張。但是川普的回應說是，受到我終結8場戰爭，但是貴國嘛是無頒諾貝爾和平獎給我感覺敢若無必要閣專注和平，顛倒是愛思考講什麼才是對美國較好的。落尾閣講，除非美國完全掌控格陵蘭，無世界袂安全。If anybody thinks that Norway doesn't control the Nobel Prize, they're just kidding. They have a board, but it's controlled by Norway, and I don't care what Norway says. 第迄天，北美航空司令部佇 X 發文，講因派一隻軍機去格陵蘭來執行一項籌備已經真久的任務。川普接受美國新聞的專訪，訪問到講敢會動用武力去搶格陵蘭，伊的回應是無要評論。國警閣講反對美國摕格陵蘭的歐洲盟邦100%會對因加扣10%的進口關稅，但是上新的相關民調卻顯示講，敢若17%的美國人支持伊的主張，而且閣有8%這麼高比例受訪者表示講反對出兵來搶格陵蘭。Okay, Greenland.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is he doing in Greenland? We don't need it. America doesn't need it. We can park all our military we want there and get all the natural mineral rights that we want. We don't need to take it over. 在另外一方面，丹麥嘛完全無要讓。在原本的60個士兵了後，19國加派58個士兵到格陵蘭進行大號是北極耐力行動的多國軍事演習，包括法國、德國、英國、挪威、瑞典、芬蘭、荷蘭，當中有8個國家來參加這場丹麥主導的軍演，聽起來敢若規模真大，但實際上總人數就敢若20多個人，以英國來做呢，就敢若一個軍官參加。Og der er det jo rigtig, rigtig vigtigt, at alle os, der tror på international retsorden, får sagt fra. Altså for at vise Trump, at den her vej kan du ikke komme længere nedad. Altså glem det. Altså. 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咱睇看這個新聞段哈，其實吼內容足濟，吼，伊要愛格陵蘭，哦，我愛格陵蘭這個島到底有啥物錯？哦，我要愛和平，你都無愛互我和平獎，哦，所以呢，我就家己來組織一個委員會。這個小等吼，每句話咱就來講，川普這人頭殼是咧想啥物？不過，咱來先看到這個 Greenland 的這個佇北極吼伊個位置，其實哦，大家以早吼攏看東西向，哦，加南北向講啊來澳洲啊人因為這個聖誕節吼啊真熱天安尼，咱就無想到講哦，其實哦，那有一個北極的這個航道，這個航道
有啥物即個巧妙所在？我先請吼戰略專家吼王老師來甲咱破解一下。老師，你看咱地球是圓的對無？嘿，吼，啊，你若等咧北極還是南極，你要去倒一個所在攏足緊的。所以咱這擺發電機吼，若要去歐洲，安那飛較緊，往北。哦，往北往北去飛，啊，落較緊。哦，因為地球是圓的嘛。啊，這是飛電機，啊，那是船隻。船嘛同款啊。因為你船若講行赤道嘛，吼，赤道南北赤道，比如講太平洋加迄個大西洋，中間較碰到，較遠，啊，你來去落來就緊啦嘛。所以，但是北極唔是講，因為這個航船吼，有當時有破冰啊啥，較是因為考慮到 Greenland 可能地球暖化了吼。對。哦，因為這幾年來，大家攏咧講一個問題啦，就講地球的氣候暖化的，啊，規個北極吼。迄冰攏融起啊，吼，啊，所以北極有迄雲嘛無地大，無地大，啊，無西北航路還是東北航路吼，所以對北極附近的國家，比如講美國、吼加拿大，還是俄羅斯，還是迄個冰島，對伊來講話，伊要去歐洲，要去迄落東南亞，要去就是說足緊的，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格陵蘭變成一個大家冰甲愛去種的所在，吼，啊，毋過咱要了解講。2019年哦，即川普第一屆時吼，伊就講伊要摕格陵蘭啦，所以伊這毋是講忽然間伊第二年臨時想到講要摕，伊在2019年伊就派伊個國安顧問波頓哦去討論講，這格陵蘭愛甲摕去，若無甲摕去吼，以後中國甲俄羅斯若等咧即個所在處理，會甲即個所在摕去。哦，所以老師，伊這背後第一咱就想講，伊可能要伊的迄個控種啦，吼。第二，伊可能是以中國加羅西亞來做理由嘛。對。但是我看到這羅西亞這趣味呢，羅西亞講吼，繼續假定 Greenland 是屬於丹麥的這個領土。川普若摕到 Greenland 會名留青史，伊無講好啊歹呢。這羅西亞是咧想啥？因為美國的總統吼。甲外國買土地吼，這毋是第一屆啊，吼，比如講阿拉斯加嘛，嘛就是甲前水買去。阿拉斯加。阿拉斯加來買去，阿拉斯加買去，所以即擺俄羅斯嘛就痛苦，因為阿拉斯加是最重要的所在，哦，等於是講中國甲俄羅斯之間，啊，美國為阿拉斯加來控制，哦，中國甲那個俄羅斯最重要的這個軍事基地，哦，啊，伊下骹嘛做一個控場，哦，所以即擺啦，迄個川普來會使甲格陵蘭摕去。了，伊在控制中國甲俄羅斯，哦，啊，為什麼講呢？因為格陵蘭迄個所在，照你講，羅西亞應該舉手講說袂使，但是伊無安尼寫呢，無安尼講呢。伊無安尼講，原是伊希望講以後，川普嘛會使承認講啊，烏東地區烏克蘭嘛是較好啊，哦，啊，而且佫講吼，因為安尼做了後，互因的 NATO 會分裂。對，這一定會分裂嘛，因為咱最近了解講。頂禮拜 NATO 8個國家吼參加8國聯軍吼，結果2天無就走。其實總共有237人參加啦，差不多200個人是丹麥人啦，吼，啊嘛有因的特種部隊落去參加，啊毋過德國聽講40點鐘都喺遐就轉去啊，吼，所以某種程度我咱就感覺講北約一個國家感覺講這代志袂使發生，因為丹麥嘛屬於北約會員國，若講美國。用武力還是用什麼其他方式要甲格陵蘭摕去了後，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啊，北約是要安怎？因為北約條約第5條講，任何一個國家若去用欺負、去用拍，咱其他國家來鬥相共，伊是集體的軍事防衛條約。吼，所以咱這種總書記北約就講一定要蘇國要來處理這個問題。吼，另外一個最重要問題是，因為川普伊2025年12月。伊第一個所謂因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啊，這個戰略報告的重心就是西半球。西半球毋是干那加拿大、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擱格陵蘭、擱北極，這幾個所在攏是伊的重要的國家安全的重心。走較南安尼幾條。啊，為北極哦，就是北極、格陵蘭甲加拿大，因為伊客就講啊，加拿大上好是51州。哦，啊，格陵蘭，我最近我知影奧伯塔，對，獨立的公道。就意思講啊，加拿大最後是51州，啊，格陵蘭52州，攏伊個嘛，伊來控制嘛，吼。啊，問題是講，
伊除了第這個2025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之外，伊佫講一個代志，伊要創一個精瓊計劃，就是飛彈防禦系統。啊，這個防禦系統啦，為北極開始做伊個軍事基地，啊，加上加拿大、美國本土，伊會使甲這個事防得足好的。因為咱知影講飛彈防禦這個系統，佇個1983年，迄個當時美國總統這個雷根，伊嘛創一個星戰計劃。哦，從這星戰計劃，伊嘛要做防衛，聽講若是設佇北極，伊可能拿這個炸這個飛彈，時間會較短些。短就濟，短10萬分鐘，因為等咧中國也是俄羅斯的本土要發射飛彈，伊攏等於北部嘛。你飛彈發射有幾個階段哦，飛彈客這個爬升階段，然後突破大氣層階段，啊個重返大氣層階段。哦，所以你來講，伊飛起，你就摕到訊號，等咧迄個。格陵蘭島，伊美國嘛有一個軍事基地嘛，伊摕到信號就知影，參數就知影你要讓飛，就做好準備咧戰你啊，所以你就無法度攻擊到美國本土，伊使早期預警。老師，安尼講起來真有道理，啊，互伊提去啊，安尼敢是？啊，伊意思講，伊頂禮拜接受訪問，伊就講一件代志，講啊，丹麥你也無在材料啊，你也無在防護家己的土地啊，啊，格陵蘭頂頭也無軍隊啊，啊，其實格陵蘭這個島。217萬平方公里遮大，啊人口才57000人呢。美國等咧這個所在已經有17個軍事基地，啊我拄仔講迄個 Pittsburgh 上大的，為冷戰時代1950年到即嘛攏佇的呢。所以美國其實無需要用軍事武力，伊不對就佇遐嘛。啊不過伊強調伊要抵所有權，伊就不愛講主權啦，伊講所有權。那我會使安怎做？啊，你做遐久啊，你啊，無人甲你搶啊。啊，對伊來講，伊會使甲格陵蘭變做美國一部分。哦，不管是往99年的作業甲組起，還是變做美國一部分52州，對伊來講都是功德上重的一個成績。因為咱拄有看來講，伊甲迄個挪威迄個總理講啊，講啊，你和平獎你會使處理啊，你舊年啊無互我。哦，啊，其實頂禮拜。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委內瑞拉，迄個女士，伊2禮拜前去白宮，伊甲這個獎送互川普，川普嘛足歡喜啊。啊，不過伊嘛講，你諾貝爾和平獎應該直接互我才對啊，我做遮爾好個代志。老師，你這講這敢若是伊想要報鳥吹遐彎哦？會使安尼講，因為伊即擺就講啥，你知無？伊講我以後袂使講為了和平而和平，我要為了美國國家安全來和平。意思是講美國國家安全上重要，其他攏無重要。所以，伊為了美國國家安全，伊要做這個格陵蘭，要個退掉。啊，當這觸骹變觸頭。對。連老師，這吼，連老師一貫就是講，啊，這國際強權吼，就是安尼。但是這個看起來，伊這武着武東武西武着家己的 NATO 的兄弟呢。這啥要安怎收煞？我想吼，咱足儕機會攏交觀眾來分享嘛。反正國際政治就是一邊是道德嘛。啊，一邊就是利益嘛。啊，佇較多迄個片頭的迄個新聞大內底，川普的一句話，其實就是足簡單的，甲較多道德甲迄個利益講較足清楚的嘛。伊就講啊，你基本上即個和平獎無互我，所以呢，我就無需要遐考慮啥物和平的即個議題。即個議是哪要和平的？我想對於戰後歷史第世界大戰了，大家。上重要的觀念就是維持世界的這個和平，嘿，啊，以國際法為規則，吼，啊來維持這個世界的這個和平。啊，即擺上重要伊講，啊，即擺你既然這個和平獎啊無頒予我，啊，我即擺就無需要。意思講，我這毋是我考慮的重點，我就以我國家的利益為出發點來看這個世界的這個問題。啊，較多這個主持人甲這個王老師講得誠清楚啊，這個格陵蘭對美國的。現主時的這個國家的這個安全，尤其是對你的東半球啊，卡斯也是對，不管是天頂來的飛彈，還是對這個摻水艦，對這個海來，伊佇個這個冰島遮都要分做兩個路嘛，路線嘛。但是上重要的這個格陵蘭都要佇個這個控制是佇個中嘛，這正清楚的這個所在。所以不管是對天頂來的，還是對海底來的。佇個遮，伊卡斯也會使完全控制即個所在時陣，伊就會使完全掌握伊美國誒即本土誒即個安全。所以伊即個時陣，啊，你講即個時陣，啊，這個地球也無改變過啊。格陵蘭佇
20年、30年、40年之前都有啊，但是上重要是氣候变遷了後，迄個冰去揚去啊，所以有迄個航道會出來啊，就樣行。啊，你不管是安全的問題，啊，還有一個就是大家有咧講，但是唔是講啊遮清楚的，就是即個貿易。你莫講先莫講安全，你也講即個國際貿易啊，即個航道的即個縮展，你對東半球吼，對東亞啊行即個羅西亞的北邊的即個航線過來，伊會使省足濟時間的。所以你先莫講安全，你也甲佇個經濟這個方面來講，伊嘛是一個需要帶遐哦，這有一個這個基地帶遐會使監視吼所有來。啊，較早迄個王老師嘛有講啊，2019年的第一任的時陣，伊就有講，迄個時陣佫發生一個代誌，啥物事？伊即馬直直咧講，羅西亞尤其是中國哦，敢若對這個格陵蘭敢若有趣味，甚至伊有可能想要這個伊的迄個影響力想要到這個格陵蘭，就是迄個時陣伊的首府啦，毋是首都，伊毋是國家，毋是首府。伊個機場啦，甲伊迄個啥物，迄個稀土的開發，中國去標的嘛，要標嘛。結果迄個丹麥政府等下出來講啊，我出錢吼來，就互即個中國袂使摕到即個標案嘛。所以對迄個時陣開始，大家感覺講，中國是毋是已經有迄個伊的影響力，還是講伊想要把伊的迄個勢力來下咧即個格陵蘭遮，吼，這個部分。對迄個時陣開始了後，啊想講啊，即個第二任了，可能袂記起來，無啊。伊還是到第二任了，伊起來了，伊就講足濟嘛。對於迄個加拿大啊，即個巴拿馬啊，即個格陵蘭啊，伊幾個重要的迄個點，伊攏有點出來。吼啊，伊像伊到咧講，伊有講到大部分伊攏有做到啦。吼，對即個部分，所以伊的話可能愛認真聽。愛認真聽，但是陳老師，你認為伊即馬就有通好安怎做？因為我甲觀察即個人。伊雖然看起來呢小小吼，但是有當時要出手的時陣，你像 Venezuela 伊就出手，突然間甲你出手，伊攏甲你講嘿嘿嘿，伊知影講這真出手吼，可能是袂收煞，伊就袂出手。老師，你認為伊敢會出手？不，伊要控制格陵蘭，這是一定的啦，吼。就像講國務卿盧比歐伊講嘅，川普總統講的話，大家仔細聽。伊講到伊會做會到，大家詳細聽講伊講的錯話，吼，所以我相信川普伊是真正要將格陵蘭給控制住。啊，這樣問題是講，你要控制這個格陵蘭，就像拄仔王老師講的，你是要掌握伊的所有權，還是講你要伊的主權？對啊，老師，我想袂曉，伊即馬10幾個軍事基地，哦，遮久啊。你早就實際上咧控制格陵蘭上大的軍事力量就是美國的軍事力量嘛。哈，要個當然，因為這樣不是伊的這個領土，所以伊嘛有真濟限制。伊要擴增伊的軍事基地，伊講伊的軍隊，伊嘛是愛格陵蘭甲丹麥也同意嘛。啊，這是川普剛剛講安尼佫無夠嘛，因為伊要做足一代志嘛，就像咱拄仔講的，伊要做咧精強的這飛彈防禦體系，啊，迄愛囥足濟高科技的物件囥佇遐。哦，然後另外一個，因為正氣候暖化嘛，未來50年，格陵蘭有可能會使比講會使帶足濟人的呢。正早帶57000人，以後可能會使帶足濟人，因為氣候暖化嘛。啊，這足濟啥物飛機場、港口，啊，伊講稀土開採，伊可能未來攏會變啊愈來愈容易。啊，這就是美國你擔心的問題嘛。因為這變啊愈來愈容易以後，有可能中國會都可以將這標案給標過去。啊，這裡就對美國造成一個安全的威脅。啊，川普伊就講真清楚嘛。我15年前，我美國就來去警告啊，你丹麥、北約，你要顧好你格陵蘭安全。因為15年以來，你無做啥物真正的啥物防衛這種鞏固嘛。因為我看你攏佇遐啊。啊，對啊，所以這是美國川普為啥物講啊？當然應該啊，我美國家己迄個來鞏固我這個所在的安全，因為這對。美國的安全是非常重要。伊攏免顧慮羅西亞嗎？我看羅西亞這4字，感覺我感覺真趣味。羅西亞我是剛剛伊有點幫你看戲，伊看笑話啦，吼，就是講川普也是這樣給伊提落來，伊講川普會使名留青史。啊，其實剛剛講，伊無講這是名留青史是好的青史還是歹的青史。那個對羅西亞來講，上重要就是講，因為你北約有可能就瓦解，啊瓦解的話，
當然是我俄羅斯我上歡喜，還有普丁上歡喜啊，對。你俄羅斯你自己西方世界安尼自己來解體，啊民主國家家己攏無法度團結，啊當然是俄羅斯甲中國上歡喜嘛。哦，所以其實你看中國當然講，因為這是主管問題，伊當然會批評。你莫提我做就靠。要不你看俄羅斯的反應，其實就微妙誒，伊無直接來罵川普。伊只是講啊，你川普。中國人是直接講哦，講你違反着這個聯合國的憲章、國際法的這個原則啊，你以我中國威脅作為借口。對啊，哦，你也無親像我要提台灣講，自古以來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你就好膽，你就講 Greenland 是你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你美國竟然是真正講用軍事手段去佔領。你會使講你聯合國憲章的威望都攏蕩然無存啊！所以無可能安尼處理。我基本上我家己認為啦，我相信川普應該是袂講不到最後關頭，伊袂用軍事去佔領，然後逼攻外第51州的那種領土。哦，因為這種手段就像講咱都要看，美國自己的民意81%嘛無贊成用這種方法嘛。哦，然後我上重要是，你聯合國戰後的世界秩序可能都蕩然無存啊！啊，世界可能有避空劫、叢林法則、弱肉強食、強權及公理，啊，你世界都亂起啊嘛！啊，第三個當然上重要就是，你民主自由世界、北約盟國，你可能瓦解掉啊！啊，這其影響是真大誒。我相信，我相信盧比歐國務卿一定會甲川普總統解釋，按那做法，軍事手段去佔領的做法也嚴重性啊！我相信川普伊也知影，所以昨天有講嘛，伊去達沃斯論壇也提出一個。北約也蠻真歡喜，我美國蠻真歡喜一個方案。啊，伊也是安尼講，以後我感覺川普也應該袂講輕易去動用軍事手段去佔領它。啊，這葫蘆乾仔裡面還佫賣什麼藥咧？麗玲你安怎看咧？是啊，我感覺川普最近哦有做這個真的是吼。叫做不可思議的這個動作啦吼，除了大早幾位老師有講過吼，就是講伊這幾天的一寡這個寫批哦，這個挪威總理講你這個諾貝爾和平獎無頒予我吼，我可能我嘛無需要甲你吼過濾什麼和平的這個義務吼。之外吼，咱注意到吼，伊這兩天吼，伊呢閣有這個放一個吼 AI 的繪圖吼，就是伊呢係徛佇這個格陵蘭的土地頂懸吼，啊，舉一個吼美國的國旗，啊邊仔有伊的副總統范斯，閣有國務卿 Rubio 吼，安尼講2026 Greenland 吼是我的領土安尼吼，哇！佇伊的家己的這個社群媒體安尼露出啊，表達伊的這個決心吼，這嘛互大家看到講實在是足不可思議的吼。啊，第三個就是講，咱閣看到講，伊最近閣甲歐盟的這個法國的總統吼馬克宏吼，閣佇校正吼，啊，伊閣甲這個馬克宏下午的這個。這個短短的這個訊息吼，給揭露出來，哈，對，馬克宏就寫講，這個川普總統吼，我實在，其實我想知道你是想啥物吼，啊，伊這個動作嘛是惹意吼，因為這是人寫互你的一個短訊吼，你知影嘛是違反外交禮儀，甲人的這個內容哈，甲這個洩露出來吼，所以種種咱甲看出來，就是講，川普吼，伊要這個格陵蘭的決心吼是愈看吼，這個愈清楚吼，不過呢。所以我想要補充一下，咱大家攏在講格陵蘭，啊，咱攏無來聽這個格陵蘭人民吼，伊是安怎想的吼？我今日拄仔看到這個英國吼，從這個6度從優質的報紙吼，這個 Guardian 吼，微博吼，伊訪問吼，足儕這個格陵蘭吼，為細漢的、較老的吼，我閣看到真有感覺，真感動，想要在這吼，甲觀眾朋友分享吼。伊問到一個學生吼，佇準備迄大學考試吼，伊講伊即馬吼，每工看到這新聞吼，伊攏無辦法專心來準備考試，為什麼呢？因為吼，格陵蘭甲丹麥同款，為小學、中學甲大學吼，攏唔免交這個這個學費，吼，因攏是國家出錢互因讀冊。啊，伊就佇煩惱講，啊，即馬也變美國人吼，即馬伊唔知會當吼，擱安尼免費讀冊無吼，這一個。啊，閣有一個訪問一個30、40歲少年人吼，伊就講吼，伊以前吼佇外口吼，世界這個各地吼，攏共開玩笑講吼，啊，這世界即馬遮爾亂吼。毋過無要緊，亂做一亂吼，第三遍世界大戰來開始吼，我就等下阮格陵蘭遐絕對什麼代誌攏袂有，啊，結果即馬吼，即馬連這厝的吼嘛是吼真濟，即個大家要較孝順安尼吼，啊，閣訪問到一個即個歐里桑吼，伊講吼，伊真正煩惱甲吼，煩惱甲失眠吼，袂困的吼，所以我感覺看到遮的即個格陵蘭人民的即個心聲吼，我感覺是嘛是逐日講，因直直強調講，因家己也毋是講商品吶吼，因是。
56000的人民吼，因是格陵蘭人吼，啊，即馬看起來，規個民調看起來，因家己本身呢，因是無想要做美國人的，所以上尾後呢，即個訪問一個老伙仔吼，伊就講，伊家即上天祈禱吼，希望講伊會當賣做美國人，吼，啊，當然，咱若是看伊訪問一寡商業上的即個businessman 吼，當然有一寡無共款的看法，因為想講，其實無一定甲美國的做美國人，無一定有一寡商業機會啦，吼，種種。但是這比例有真懸嗎？是，這比例規個看來呢，無要做美國人的議員是較濟。啊，而且咧，咱知影講舊年2025年呢，即個 Greenland 呢有選舉，啊，選舉的即個勝選的 party 呢是較中間偏右，啊，伊嘛是主張講呢，格陵蘭呢要慢來獨立。吼，啊，所以其實格陵蘭雖然講離咱台灣看起來敢若足遠的吼，其實即幾工我聽遮的即個格陵蘭啊、丹麥遮的即個政治人物佇講話吼，我感覺有一點其實格陵蘭差不多咱台灣的60倍啦吼，我甲算吼。啊，第二點就是講有一點我感覺不了趣味，或許觀眾朋友吼後一邊會使小注意一下，就是講因為格陵蘭伊80%的即個人口吼，做這樣攏是掠魚為生，因為海岸線做長的嘛吼。啊，所以咧，你真正聽因遮的格陵蘭的人民啊、官員啊、民眾吼，伊講的話迄口音吼，甲咱台灣這海岸線的海口音吼，有一點共吼，後邊咱會使真就甲聽一下吼，這有一個很巧妙的雷同的一個海口音吼。而且因的人，因這面相看起來吼，其實呢。毋是講一般迄丹麥人，迄款歐洲人吼，伊有真濟看起來，因為因的祖先是為北美，啊，佫較早為亞洲才過來，所以因有看起來其實是咱較熟悉的一寡即個臉孔吼。所以其實呢，咱毋免感覺講格陵蘭，感覺講離咱足遠，而且因的即個殖民的即個歷史吼，我感覺嘛是足心酸、足悲哀的吼。因為咱看到講吼，其實丹麥吼，佇19吼即個60年代的時陣吼，迄個時陣吼，伊個。要求講吼，為着要控制這格陵蘭的人口的成長吼，甲一寡少女吼注射這個無愛有生對避孕的這個一寡拍針啊吼，還是講一寡藥啊，還是講這吼啊，足儕人根本都唔知影講伊的身體去用拍什麼物件落去，所以實在是足悲哀。所以這邊看到格陵蘭歷史，陶抓貴老師為這個戰略的這個角度哈，我想講補充一下，這人民56000人，還有因的首都Nuuk，甲2萬人，足儕人攏足煩惱，講這2萬人要安怎來抵抗美軍，像當做迄個歐里桑講的吼，伊的煩惱甲失眠困袂去安尼。是，王老師吼。是。因為這看起來有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美國的軍事力量其實在迄個島上已經有夠嚴吼，上無比別人較濟。對。啊，伊是咧驚啥？伊是驚講啊，我若無取得這個所有權，啊，你中國你就會甲丹麥就武當武西啊，互因入來。啊，無只你就甲NATO講好，安尼就好啊。何必要一定愛摕到？伊一定有伊的理由。這內面包括頭仔其他3位攏有講過。老師，你認為甚至甲這個 Elon Musk 講要在遐做伊的這個基地，啊，然後這散熱較好，啊，冷氣自然安怎？這利益是甲這個物件有相關嗎？我感覺川普你做啥物代志吼，攏有伊的基本的思考啦吼。伊的基本的思考就是講交易，要來甲人交易，啊用上低績效，或者上好的效益哦。所以以前開交警啦，哦開迄個高爾夫球場啦，哦開旅社啦，啊嘛破產足儕屆哦。啊伊嘛知影講要來賣空嘛，要來上大的利益哦。所以對伊來講，伊若我都甲格陵蘭摕去。伊即無無愛講主權咯，因為主權足複雜的嘛。啊，格陵蘭主權即馬屬於丹麥嘛，哦，啊格陵蘭無要獨立嘛，所以伊嘛是迄個格陵蘭丹麥一個自治區，就是講類似最大的自由區啦吼。啊，不過伊若有所有權，要無共款咯 ，ownership， 伊接受記者訪問來講 ownership 就是所有權。這個所有權是我的，所有權我就是做什麼地方我都做啊，哦，不管是。即馬報道你講要甲做99年，啊99年咱若講想看嘛，什麼叫做99年？是講久不還嘛，99嘛，就要敗。因為你啊講99年啊，啥物知影啥物代誌，大家攏毋知。啊，老啤酒敬酒啊，啊無愛遐嘛，對無？啊，川普即馬佫有3年的時間嘛，所以伊對伊來講，伊即馬要甲一寡代誌攏緊互做了，伊才法度講
以後等下美國變成美國上偉大的總統，除了華盛頓以外啦，伊定下咧講嘛，最好等下咱得甲這北科大叫做迄個總統山吼，有伊個日頭，伊對來講這最重要吼。等下1月9號吼，因拍委內瑞拉對無吼，有什麼航空母艦什麼潛水艦什麼飛入去，甲迄個馬杜羅委內瑞拉的總統掠去了。人咧問伊講，對你來講，敢有國際法？伊講咱有國際法，國際秩序吼，國際秩序是伊來決定的。所以有記者咧問講，請問總統先生，你感覺有啥物物件會使甲你限制？伊講一件代志，講剛才我的道德啦，會使甲我限制我的利益啦。伊表示講，伊要做啥就做啥，因為伊感覺講，即擺美國是全世界上強的國家，伊要做啥就做啥。所有一切攏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安全。所以伊甲咱講的講，你若無去甲格陵蘭摕去，中國等下遐有冰上絲綢之路，中國等下還有島基，中國嘛是北極理事會的成員，等下處理的這些所在。俄羅斯免講俄羅斯開始做伊的北極的冰上航道嘛開始咧發展。所以你若無去摕到格陵蘭，以後伊兩個摕去，你要安怎？所以伊即擺先甲咱講，所以伊做這個代志，毋是甲咱講為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嘛是為了全世界國家安全。對伊來講，這是伊的使命。伊上大的使命，所以伊愛做到。你若講甲北約國家發生問題，迄是因兜代志。因為去年嘛甲北約國家講，你若無增加你的國防預算甲5%，我就要甲美國規個軍隊攏掠走。所以對伊來講，這無啥物會使反悔考慮代志。所以王老師，你頭講有當時伊畫關係吼，無一定是要畫這個物件，伊可能是愛別個物件。嘛有人安尼講啊，所以講，伊透過這個方式，讓知影講伊的決心，伊要做啥，伊會做得到。你愛相信伊的決心，相信伊要做啥物，一定去做吼。伊即擺講格陵蘭，伊先看講我要摕去，若有必要，伊要甲軍事佔領。毋過伊嘛有足濟無共款的迄個思考咧，就是講，若無都用即種方法，看要用啥辦法。譬如講，有人咧講，會使用條約。讓格陵蘭變過美國一個最重要一個部分，美國來保護，變美國的保護區就使嘛，就無需要用軍事來佔領，還是用其他方式。因為伊一開始話你講，伊要用7000億美金甲格陵蘭買去，若講5萬6千年還是5萬7千年，分去一個嘛分袂少錢咧，用這種方式來是講，會使提出足濟不同的方式方案。來你講，上條伊甲迄個記者講，處理格陵蘭這個問題，丹麥伊是無法度保護格陵蘭安全，無法度保護全世界安全，除了美國所以這個問題美國一定要處理，無管是用簡單的方式，還是用較複雜的方式，伊攏會去做。這唔知要安怎處理呢？老師，國際上過去嘛有，譬如講像香港啦。澳門啦，因為是戰敗，鴉片戰爭了後，簽99年，互你租界。台灣迄陣是戰敗，規個掛互你。其他閣有啥物例通好講？無即擺講的Greenland我互你租99年，敢有即種例？我想會提出即種方式，就是對歷史當中去找到一個，你無愛用武力來解決的時陣。有啥你要擱甲即件代志做甲到，就是講伊一定要控制Greenland的時陣要擱有啥物方法會使互雙方攏有一個，攏有一個民主會使摕啦，吼，就對吧？尤其是歐洲，你即馬無法度，你今仔用迄個武力，其實就是美國甲歐洲失衡嘛，吼，較早有講即個羅西亞一定足歡喜看到，但是咱直直來看嘛，就是講。咱以前講就是歐美真常常會想講，羅西亞甲中國會失衡無？你反過來看，因兩個當然嘛會想講，你歐美即歐洲甲美國會失衡無？這我感覺這是根本無需要去搖的代志啊！這是真正常。因為大國其實老實講，會使看對方失衡，對家己來講
小可較安全。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有可能會使安尼解說，但是講你對你家己來講，你的壓力你就較低嘛，就較降低。你上無你佇咧這段期間，你就會使過了較對較安全的這個情形嘛。所以我想啦吼，叫較多這個老師嘛有講，啊伊傳播家己來講啊，講其實老實來講，無啥物方法會互歐洲感覺滿意，因為你對人的落地啊，對人的提物件來是敢若較袂反對較遮激烈哦，這個方法啦，吼像較多咧講的這個用租的吼，譬如講較多主持人講的吼，跟咱香港用租的吼，看要租偌久，我感覺是雙方吼，佇咧迄個即件傳播的意志要貫徹啊，歐洲閣無讓的情形之下，會使互大家民主小可較好看，會解決的方法。哦，所以老師，你認為這一定會發生嗎？這我看傳播的迄個決心已經真清楚啊，意志真堅定，已經真清楚啊，就是要用啥物方法呢？即擺是咧想要用啥物方法呢？但是陳老師吼，歐盟的國家手頭有8條的美金的這個國家債券，這國家債券，這若安怎處理？這股票呢？啊，伊真正個處理着，美國敢擋會掉？我相信美國的經濟嘛，也會受到真大的影響。是啊，今日美國的落去800萬點，講這袂使呢。哦，所以這講繼續，還是講真正美國甲丹麥、歐洲國家拍起來，我相信迄是經濟一定會受到真大的影響啦。因為雙方都用迄核彈級的這種保護，相互保護，啊，你經濟當然都完蛋了嘛。所以我相信，基本上美國伊像迄貝森特財政部長伊嘛是有講過啦，吼，這川普總統會提出一個大家攏會使滿意的一個方法，吼，啊，你也看川普以前的行事風格，剛剛講就是咱講的說他國嘛，啊，就是講我一開始我攏非常那個強硬的一個姿態，講一寡話就管呢，那講一寡非常強硬的話，那個到後來，咱大家攏會使講談判，用談判的手法，然後來皆大歡喜來解決問題，好，然後其實川普伊嘛會使得到，伊基本上伊想要得到的物件，啊，我相信，所以我剛剛講，川普伊這2禮拜講的一寡足刑的這種話，伊是一種施壓工具啦。我相信基本上伊應該袂講真正想要派軍隊，然後去甲伊降令落來，然後甲丹麥、甲歐洲國家真正拍起來，因為這對世界影響實在是太過大啦。好，我要請教麗玲吼，這真正歐盟的國家手頭這8條美金的這個債券股票，其實歐洲有這個實力，通好甲伊叫板啊，講你較差不多的，我這一定要我過甲你處理去，你是麻煩哦。是，主持人問這的確是吼，這幾天遮的國際媒體，尤其是歐洲的媒體吼，做熱烈的討論的啦吼。嘿，尤其是這個德國的這個重量級的雜誌吼，《明鏡週刊》就是丟出大家主持人問的這個問題啦吼。啊，一般來講，這個分析吼，攏看講無毋對啦，伊受這個政府的，這個美國政府的攻擊無毋對。毋過呢，也是拋售吼，當然這個川普的壓力會足大的啦吼。而且接的人目的個是中國哦，你甲嚇講，中國來買哦，你就更加慘。但是這伊嘛毋敢講安尼，真輕易用這種核彈級的這個手段，因為這畢竟吼對金融市場嘛有波動。吼，都敢若七傷拳，大家攏無好啦吼，所以這一個。啊，第二個就是講吼，歐盟伊嘛有其他的武器啊吼，伊嘛有想講好，你即馬2月初一開始要甲我扣3%，嘿，啊，擱6月開始要甲我25%的關稅吼，也是講正經安尼吼，即個歐盟伊嘛有反制的措施，伊即馬內部嘛有佇討論啊吼，伊內部嘛佇討論講，我要甲你這個報復性的關稅啊吼，啊，包括講你的這個美國做這即個高科技的企業攏佇我歐盟做生意呢，我嘛會使限制你的業務內容啊，吼，嘛會使限制你的產品入來安怎啊？這嘛是攏是美國甲川普無願意看到的，所以即馬雙方呢，就剩今仔日吼，這個登場的瑞士登場的達沃斯啦吼，這個美國的
財政部長就講吼，大家攏愛小可較冷靜的吼，莫互相報吼，愛深呼吸吼，伊講安尼講吼，講愛深呼吸，因為大家即馬攏佇互相攏佇嗆聲嘛吼，攏把這姿態抬得很高這樣子。啊，不過最近嘛是講，像當初這幾位老師講這七傷拳啦，對大家攏無好吼。啊，所以不過咱看到講。這兩天吼，這個川普要飛去瑞士達沃斯參加這個經濟論壇嘛，啊，已經看到已經先登台這個後面的主席吼，這個女主席范德萊恩，伊嘛已經講話攏講甲做強硬啊吼，就是講歐洲咧，佇這個格陵蘭的這個主權上面吼，這袂當提起來談判啦吼，伊就安尼講吼，啊馬克宏嘛是講你川普安尼動不動就關稅安尼，這是我無辦法接受的吼，啊，即馬就看講這個川普這兩天到瑞士到達沃斯哦，伊上新的言論是啥物啦吼。啊，不過話講倒轉來吼，就是講咱當初啊幾位老師甲主持人攏有提到這個暖化的問題吼。其實就是講，雖然講即馬中國伊想要開發這個北極的這個航道甲商業化安尼吼，或許對經濟吼哦，這個規個一舊年度一個足長的航程吼，本來愛40-50天的吼，就是講為中國的這個寧波家開始出發吼，伊即馬嘛唔免繞過這什麼馬拉加海峽，唔免繞過好望角，唔免繞過蘇伊士吼，因為頂懸安尼吼起來到英國的港口吼，花了20天而已，吼，啊這是甲以前比起來差不多已經減一半的這個時間吼，啊雖然講。或許對經濟吼有一個什麼款的幫助，不過這個暖化的問題吼，咱擱等來格陵蘭來看吼。我感覺格陵蘭吼，伊的這個伊算講是主題區嘛吼，丹麥的主題區，啊有一個區旗吼，啊這區旗我這兩天甲研究吼，真趣味吼。伊安尼下骹是紅的，啊頂懸是白，啊中間擱一個圈圈是下骹吼是白，頂懸是紅的吼。啊這個設計師吼，我甲研究一下吼，伊有講伊。頂懸迄白就是咱想象中的，這格陵蘭80%攏是這個白雪嘛吼，啊下骹紅的是啥物咧？下骹紅的竟然呢，這個設計這個原住民伊講吼，這是海洋，啊咱想講海洋那也是紅色的吼，啊海洋這就是甲因一個神話故事有關係吼，因這個格陵蘭有一個神話故事，有一個女神海洋女神吼叫賽德納吼，伊迄個時陣吼就是吼一個真淒苦的身世吼，我也本來要請伊的這個父親來個解救吼，啊結果拄着大風大影吼，結果因爸爸為着要保護因爸爸自身吼，就把這個賽德納吼推落去這個海底，啊並且吼把伊的這個手指吼攏剁掉，啊所以吼染成像一片這個就是紅色的海洋。不過伊尾啊吼嘛也成為一個海洋的這個女神吼，啊嘛是咱即馬代表一個環保的這個象徵。啊所以除了這個區旗吼有一個。或許某種程度一個環保的意義了吼，伊有一個 logo，就是呢，咱大家都熟悉的哈，格陵蘭有一個 logo，就是咱大家都熟悉的北極熊，吼，啊，咱有印象在北極熊佇這個冰山上面，一個人孤一隻熊吼，這個孤零零的這個畫面哈，所以這個暖化的問題確實也是嘛是咱每一個這個一般的這個地球村的人民應該愛思考講，這個代誌愛安怎避免，啊，無你想看嘛，咱本來這北極。航道很難走這種商業船，伊即馬擱要甲商業化吼，啊而且即馬以前可能只有夏天的時陣吼，熱天的時陣溫度即個會當破冰，啊即馬咧連春天的尾流啊，甲秋天的一開始攏會使行船，啊這敢是對咱地球對咱每一個人敢真正是好的代誌。因為這我不禁會去想吼，就算講 Green 的迄陣時吼，攏安尼青草坡啦。啊，地球其他所在的人，啊，毋着淹水攏淹到3層樓啊厝。啊，迄陣時地球的人啊，擱佇的嘛。吼，這我實是想講，這傳播的這個問題吼，互咱開始思考講，傳播敢有通啊救地球？我想應該是敢若會救美國啊，爾嘛。伊無相信地球暖化這個物件啦。係啊。伊感覺講這個問題是幾百年來的問題是。幾十萬年前地球生這個民主黨的騙子啊！伊講足儕人從這種地球暖化這個代志趁錢啦。哦，比如講，伊講什麼污染啦、碳排放啦，伊這攏是各國用這種物件來控制其他國家的一個工具，所以伊無相信。伊等伊45年前伊就無咧講這個啦吼。所以我感覺伊思考是意義觀都無變。王老師，伊即馬佫要成立這個和平理事會。伊就是要家己建造家己的地球呢。啊，這個和平理事會講你要入會愛交納錢呢。對，因為處理迄個中東迄個以色列甲哈馬斯的代志嘛吼，啊，加他做人創甲亂七八糟，
所以感覺講有一個和平理事會吼，甲大家攏招招來吼，一個出1億美金，你若講要永久，你出10億美金，加起伊即擺開始甲歐洲、美國各國攏邀請來參加。趣味的是講，伊嘛甲普丁邀請入來，你嘛感覺中嘛邀請。伊即擺想講，我即個和平理事會若成立了後，我做理事長，永久的理事長，我來做這個代誌吼。在當然，這個理事會下骹，佫成立一個加沙重建委員會，你知影講，你若要重建，你個厝啦，你個路啦，什麼地下設施攏愛錢，這錢有倒來，攏是國際來集資，所以某程度，伊對這個和平理事會，干那要處理趁錢代誌，嘛要處理以後未來世界各國的紛爭。那意思是講要代替聯合國的安理會的功能，因為伊感覺講安理會無代誌啊，無功能嘛，所以從你這個組織，伊會使來處理這個問題。所以以後某種程度，可能迄個格陵蘭這個問題嘛，使甲放在這個和平理事會下骹來處理。伊做主席嘛，伊來管理嘛。所以這是伊的想法啦。毋過從有即個人，咱就知影講，伊的想法是未來3年5年以後的代誌。未來伊若下任了後，伊會變美國，伊家己講啊，上重要的總統吼。所以咱嘛愛思考一個問題，伊會去修憲袂？伊會去改變美國總統憲法規定的任期的問題？伊若改變了，這代誌就更加大啦。民主國家會出這種任務咯，來，連老師。我想吼，這個對於簽字吼，退出66個國際組織哦，你就會使看伊個對原來的這個聯合國的一寡這個批評啊。其實老實講，對於這個羅西亞甲這個烏克蘭的戰爭，你看聯合國尤其安理會，伊的迄個功能根本就無法度繼續來推行啊。伊常常批評聯合國的，就是理論上聯合國是一種，譬如講嘛是就是我頭講的這個道德上吼，伊國際法吼啊，希望代表權會使，只要你是這個地球頂懸的這個國家，希望你代表權會使較完整吼啊。但是問題咱一定要承認講啊，真儕國家可能伊的經濟無遐好，所以伊常常批評講啊，你就等於講哦，你有代表權啊，但是你也無咧出錢，等於講。哦，你有迄個權利，你會使投票，結果你也無出錢啊。生理人俱樂部的概念啦。對啊，尤其是可能。敢參加扶輪社呢？對啊，我看伊生理人的迄個，等於講伊做的代志不包括伊對國際政治，尤其一寡什麼談判啦，尤其是什麼一寡議題啦，伊的迄種想法其實叫生理人吼，而包括你這主持人講的吼，就是講這個商業的這種組織，迄種。看起來較成啦，吼，比如說這個委員會吼，大家愛交這個偌濟的錢啊，開始愛請會員啊，交較濟越永久的。對啊，你就要分級的這個會員，但是你叫國際組織聯合國，伊就是大家的權利愛平等，這是一種這個當初大家感覺講國際組織，不管你大國小國，你大家迄個一票攏是共款的，大家票攏共款。但是佇咧商業組織內底，迄票就是無共款。伊本來是你交的錢，你迄票的迄個代表性都無共款。老師，我不禁要問一個吼，伊講其實這個人伊所講的、所做的，實際上是在這個社會上、這個地球上，咱日常當中看到的，但是。這個搬來到國際事務上，這會芳會行袂啊？伫咧商業團體，你可能你較大的商業團體，你可能代表一種行業，你伫迄個行業上大，你嘛是一個迄個行業的一部分爾。但是國家是代表所有的百行百業啊，包括人民，攏是佇咧內底。啊，你共款即個方法來做，除非唯一伊會去拄着踢着鐵棒的，就是譬如講你安尼做了，你。得到的迄個無得到利益，結果你的迄個缺點佫較濟的時陣，迄個時陣確實伊有可能去思考講啊，我是毋是莫安尼做的可能性。假使伊若安尼做了，會感覺伊的利益，伊要愛的利益攏會使摕到。我感覺伊就是照伊即種方式。會小條才來講，對吧？伊也感覺講伊的利益，甚至伊無法度發着利益，顛倒佫倒擺啊，安尼有利益有損失。安尼伊較有可能去反省講啊，我是毋是愛動點，還是講愛做改變？是，陳老師，因為這看起來其實甲川普會在美國變做總統，啊，甲伊的左派、甲右派鬥爭，吼。但是實際上，即擺在美國的國境內，
這左派鬥爭，啊，佫繼續這進行，這影響到期中選舉的。所以希望講6月1號以前會使甲伊解決嘛。所以6月1號開始就要25%的關稅，25%還是算真濟啊哦。哦，所以我相信代表的意思就是講，川普希望講6月1號以前，格陵蘭問題我都要解決。哦，安尼看會使講隔個半年來賣去應用在11月這個期中選舉，啊無到時陣11月之前，迄股市的動盪，迄當然對川普來講，伊可能會還落嘛。好，所以我相信最近這兩個月應該川普也做這次代誌的。而且趕緊甲處理掉，希望趕緊處理掉。但是這個唔通馬上就處理掉，我這看起來這裡面的 stakeholder 足濟呢，這後頭時間處理會掉。而且順剛連老師講的，這個川普愛食的口頭伊甲要改變，但咱已經看到昨是伊這就任1週年記者會1點半鐘哦，啊，大家感覺講吼，每一個人的評論攏是伊都講到做散亂的，嘿嘿，攏無什麼重點。啊，人個民調就甲看講，伊上任週年吼，即馬重點就是講，即馬不滿意伊的人吼，是比支持伊的人佫較濟，支持差不多35%左右，但對無滿意的人是超過一半，吼啊，所以即馬11月佫要期中選舉啊，伊家己吼，即馬攏甲責任推給吼前總統拜登，講攏是我迄前任無做好，即馬 inflation 啊，錢變薄，大概物價上漲，即馬攏甲推往前朝吼。但是呢，這個民調會說話嘛，吼，這是一個。啊，而且就是講伊刷來變他處理這個大西洋兩岸的關係，即馬連他最好的歐洲的盟友英國吼，一昨吼20號佫甲批評講啊，這個首相是做 stupid， 為什麼呢？他竟然呢？把這個在印度洋吼，印度洋中啊，一個最重要的這個有這個真重要戰略位置的島吼，這個這個叫做Chagos 哈 Chagos 哈，因為這個所在哈，把它還給這個毛里西斯哈，愛國甲罵啊，然後呢，他刷來伊就寫講，這就是為什麼呢？我要愛格陵蘭的原因，因為這個這麼重要的印度洋上面的島，你這英國都要給還了毛里西斯，我這格陵蘭一點都沒給退落來哈。所以呢，他現在連他的這個成功英國是在歐洲哈非常忠實的一個 partner 嘛哈，伊攏會安尼個批評啊哈。所以刷來就是講，咱觀察這個英國啊，當然個歐盟加美國的這個互動哈。不過看起來就是講，這兩天在達佛斯這個焰火哈，似乎有較消息的這個趨勢啦。不過咱個會在這兩天甲觀察一下。這看起來。伊的內政處理甲無講介好，上無對着民意來講，伊並無安打着國內的民眾，所以因這關稅講甲安尼世界喙角全破，但是對着伊國內實質上的、實際上的影響其實有限。因為伊等咧第一年甲即馬即年吼，伊上重要內政就是要驅除移民啦，吼毒品走私的。我感覺這移民反移民吼啊甲毒品。會打擊，其實對於內政來講，就足儕人家己安尼學咯，因為上起碼，甲一寡長期以來，對美國內部做一寡社會問題，甲解決，伊去處理。吼，雖然講即擺有人咧講即寡 ICE 吼，紀錄局吼做足無法度粗殘的啦。啊，不過伊嘛感覺講，這有法度吸收伊的基本的選票，袂去變。吼，所以伊即擺是家己的基本觀眾，家己要調。啊，第二。伊即馬等咧足儕州進行迄個選區重整，就是講迄選區定位啦，啊，對於有利啦。所以即馬上大問題是講11月3號伊的期中選舉，若使贏吼，伊就無話講啦。天下無敵。啊，若輸嘛袂要緊，我照常要從我要想要做代志，嘛繼續擱做落去。所以伊意思講，伊內外兼顧啊，嘛。全球各個事件哦同步進行，伊上無問題說，伊變做美國上偉大的總統啊，在這個目標以下，伊會做什麼？伊攏想到代志，吼，無管是處理歐洲問題還是亞洲問題，吼啊，咱嘛知影講4月份有可能伊要甲中國見面，啊，甲中國見面可能嘛順便處理甲啲關稅的問題，啊，甲迄個日本的問題，吼，所以咱看即擺日本的首相。嘛宣布3月份想要先去甲個川普見面，吼，就是講伊嘛想要開始處理這個問題，吼。所以有這種從我來思考，吼，川普未來的動向，吼，唔干那處理俄羅斯的問題、歐洲問題，啊，擱有中國問題，啊，這才是咱來思考的，吼。啊，拄仔咱講話迄個和平理事會，無來咱台灣嘛有受邀請，吼，啊有參加，啊看咱要安怎思考啦，若使參加。
要出偌濟錢，還是安怎來發揮那個作用？這嘛是要出一個偌濟錢，老師，那是你要愛出偌濟錢？因為這對以外交來講，三個大節點，當然嘛是做這個完全的會員，永久的會員。啊，現在上驚就是會使永久偌久啦，這個是重點。是變做豐原吸金案啊呢？現在伊也落台了，伊是毋是還佫有迄個能力會使？對，迄個委員會是毋是還佫有迄個能力？今仔伊佫佇咧總統的任內，當然這個委員會絕對是無問題的。啊，但是伊也落台了，這個委員會可能伊的功能，還是講伊會法處理代誌、話語的簡單的能力，可能都無啊嘛。啊，這是要考慮的，但是上無未來，伊還佫佇咧任期以來，應該是還佫會使。對。啊，陳老師，你認為伊的內政甲外政，伊的內政會影響到伊的期中選舉嗎？你感覺？內政我感覺基本上影響無大啦。啊，這樣問題是講伊這樣外交有一寡真爭議性的代誌。吼，比如講伊這樣對歐洲啊，是講真正甲伊拍起來。安尼，大家對你的外交的。實際上，我問真濟美國朋友，因無認為因的經濟生活有改善。有問題啦。哦。經濟當然，這樣物價嗰啲上漲嘛。啊，這美國人無歡喜。他無夠嘅啊。對。好，感謝四位，謝謝。